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离乡无离乡，意思是虽然讲人已经离开故乡，不过故乡的口音并无改变。就讲酸酸软软，食饭配卤卵；宜兰腔是水水软软，食饭配卤卵。台南腔嘛真有特色，比如讲纸箱内有姜加香，讲纸箱内有姜加香。另外，中华永靖嘛真有意思，永靖的鸡仔边冷冷定定，讲永靖的鸡仔边冷冷电电。鹿港腔讲鸟做某倒倒啊。伫日常生活用品，也是讲水果方面，各地嘛无共款的讲法。就像高雄人讲的柑仔面，有人讲是臭棋啊，有人讲是这个柑仔肚。啊，食饼话所在讲的是食酸啊，这个萨文的讲法话讲地苦，总有一句离开故乡出外打拼，腔口本来就真好改，啊，其实嘛无必要改，保留腔口嘛是保留对故乡的情感，这正是方言可贵的特色。今日这讲的俗语是离乡无离乡。